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冬瓜豬，今日同大家嚟睇下4月尾先至開幕嘅羅湖益田假日廣場。我哋睇下新商場裏邊嘅環境，仲有詳細嘅交通教學。想知道內容嘅就唔好錯過啦！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嘅旅遊資訊呢，就記得撳個鐘仔訂閱冬瓜豬嘅頻道啦。我哋講下個交通先。今次我哋就去翠竹站，我哋就喺羅湖口岸搭1號線，搭2個站就去到老街站，再轉3號線搭2個站呢，就去到翠竹站㗎喇。我哋就喺 B2 嗰個出口沿住咁樣直行。上到地面之後呢，向住前面嗰個方向一路咁樣直行。其實離遠已經望到益田假日廣場㗎喇，只係一條大直路，好容易揾到㗎。由 B2 出口行過嚟廣場都係2分鐘左右啦。呢一個就係廣場嘅4號入口啦。呢邊直行就係廣場嘅正門。呢一個就係益田假日廣場嘅正門啦。對出有咁大個空地，可能係用嚟搞活動之類啩。我哋入去商場睇下先。羅湖益田假日廣場喺2025年嘅4月30日正式開幕，總建築面積有12萬平方米㗎，包括10萬平方米嘅購物中心、1.3萬平方米嘅戶外街區，以及8000平方米嘅藝術獨棟，打造一座多元藝術體驗式嘅購物中心啊！作為羅湖區第2大嘅購物商場，羅湖益田假日廣場嘅地理環境同埋個交通配套都做得好好㗎。個廣場鄰近羅湖、文錦渡、蓮塘3大口岸，喺呢3個口岸出發，唔使20分鐘嘅車程就到㗎啦。商場呢總共係有7層嘅，由地庫2層同埋地面5層所組成㗎。商場裏邊嘅環形設計空間，層次感好分明啊，光線同埋冷氣都好充足㗎。商場大約有300個品牌嘅進駐，吃喝玩樂一應俱全㗎。新商場嚟講，店鋪嘅進駐率都好高啊，基本上有90%嘅店鋪都已經開晒業㗎啦。首先講下大型嘅超市永輝超市，佢就喺商場嘅 B2 層，而家仲做緊港人嘅支付優惠喎。永輝超市佔地有4500平方米，場內商品嘅選擇好多，仲分開咗好多個區域。我哋嚟到熟食區嗰邊睇下，咦，啲燒肉睇落幾靚喎，唔知抵唔抵呢？呢邊有小龍蝦喎，99蚊1桶。呢一度仲有一啲即燒嘅豬肉乾，仲有啲唔同類型嘅蒸包同埋糕點。哇，有啲嚇人啊！裏面仲有一個潮汕牛肉鋪，職員話全部都係新鮮現切㗎。我哋嚟到海鮮區，呢一度係自己撈海鮮，再攞去免費加工㗎。不過現場係冇位置俾人食嘢㗎。隔離仲有個肉類免費加工㗎。我哋再睇下烘焙嘅區域，呢一度嘅麵包蛋糕嘅種類同埋價錢都大同小異啦。
呢一度都進駐咗好多間餐廳㗎，我哋睇下其中幾間啦。深圳第一間店嘅貴廚酸湯牛肉、萬格自助火鍋、聖豐盛酒家、海南里椰子雞火鍋、任吉老沙鍋、食貴州菜嘅上山下山、食牛扒嘅一沙一城、食海南雞飯嘅小紅雞、Isoli 壽喜燒放題、食日式料理嘅奇庫床、京味張烤鴨店、食川菜嘅徐鼎盛、樂宴北京銅火鍋、食韓幫菜嘅桂滿龍、八合里牛肉火鍋。另外一 B 二層都有好多餐廳㗎。除咗餐廳之外呢，呢一個商場都有好多茶飲小食店㗎，我哋一齊去睇睇。至於玩樂方面呢，喺 L3層有一個接近2萬尺嘅兒童樂園米兜歡樂王國，佢出邊呢就會有一啲夾公仔機，我哋睇下幾多錢一個幣先。而喺入面會有一個收費嘅大型遊樂場，收費有2小時或者係全天候嘅，裏面分開咗幾個區域㗎，有飛行影院啦、碰碰車、機動遊戲等等，仲有一啲比較新穎嘅項目㗎，係小朋友放電嘅好地方啊！而喺 L2層就有一間好大間嘅星際傳奇，係一個大人同埋小朋友都啱玩嘅地方啊！而家佢哋仲做緊一啲專屬嘅優惠啊！仲有夾公仔店、街機。仲有2間彈珠店，呢一個商場非常適合親子樂啊！呢一度嘅動漫精品店都唔少㗎，我哋一齊去睇下。至於運動服方面呢，有一間超級安踏，話呢一度嘅地方都好大啊！仲有一間 Adidas， 另外仲有2間店即將開幕啊！呢邊有一間華為，仲有小米、三星。仲有姊妹們最鍾意嘅美妝飾品店三福，同埋調色師，仲有一間家具店，另外仲有一間戲院係未開幕㗎。我哋過去戶外街區嗰邊睇睇，呢一個戶外嘅街區有1.3萬平方米咁大㗎，仲會有一啲零售餐飲店添嘅。有一間寵物超市即將開幕，今次我哋就食大榕樹下，叫咗呢5款食物。呢一個菠蘿咕嚕肉冇咩酸甜味，係麻麻地㗎咋。個順德小炒王就保持水準，味道唔錯啊。個陳村粉攞出嚟已經唔夠熱啦，普普通通咋。個馬蹄冬菇蒸豬肉丸呢就大失水準啦，完全唔掂啊！個大良炸脆奶呢就炸得好鬆脆，唔錯。今餐嘅食物水平呢就比較低，職員方面呢有好多甩漏啊，唔知係咪新嘅分店所以未完善呢？
今次嘅新商場分享就嚟到呢一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呢一條影片嘅，就記得撳個鐘仔訂閱我嘅頻道。下次有新片出，會第一時間通知你。記得讚好、留言同埋分享俾朋友仔啦。拜拜。